每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好，大家好，阿群妹，我是苗丽人。我大伯阿弟苗丽有上啥？下主头我就想要前面咧咖啡店，安尼点点清清，坐伫个冲温顺头啊，看电脑杯嘅风景啊，唔过迄发呆一下，也系讲想事情美好。唔过其实大家啲苗丽无像台北有按到嘅咖啡店，其实无当到现车。唔过今日嘅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啲苗丽一间头千闹热嘅所在，佢开嘅一间创意嘅咖啡和个点心店。细细嘅嘅来分享今日嘅节目地度有请到嘅来宾咯，来分享启用前其他个分享。大家好，我係陳永全，今日一歡喜來到一片，來大家大嘴鼓。冇唔錯，分享到其他個來到節目當中，剛才一開始有講到好，我咪係苗栗人，佢說動親切，啲苗栗啊，青鬧熱嘅所在，啲苗栗市嘅人大家聽錯就會啲南苗，苗栗市雖然東西，不過會有分南苗、中苗同北苗，不過我嘅咖啡店係啲啊南苗嘅一種所在，佢說啲啊安鬧熱嘅所在可以啊，當有特色嘅咖啡店，雖然咖啡嘅米線用嘅咯，一開始就會來同大家分享，佢說一下就會擺頭嚟呢其他個開始來手沖咖啡，一開始也第一步，你要擺好嘅濾紙啊、濾杯，還個水仙柑，不過第一度係冇咖啡粉嘅哦，冇標咖啡粉。也就通常係做乜搞嘅先嚟做。大概做完的選擇濾紙類細個，因為像濾紙一種係白色，一種係咖啡色。對。咖啡色講會機會有一些味道，自然味道，所以就是他搞個習慣就用水手水來按。淥過一下，淥過一下水就先倒退。古時也係咪順勢搞大家愛用嘅手沖咖啡哦？好倒退以後，撒下來按來變磨好嘅咖啡粉。嚇，咖啡粉。然後佢倒落去，也係乜嘅口味嘅，乜嘅米絲嘅，黑酸，所以是比較淺焙。就淺焙，也係肯亞調味。肯亞對，就個米頭就果酸較重，有啲人食嚟創嘅烏梅嘅種米頭咁樣。也有啲人開始漸嘅來習慣按用黑酸嘅咖啡。對。嗰時候也下就來用呀小水聽聽呢。聽聽啊，對。有一點點這樣子旋轉，小口為力甜的按呢落去係冇？對，一開始話先加一些水，不要浸一下。這個動作是不是叫做燜蒸？燜蒸。就創喺度，有時講牙發擺喺啲水脫。嘅奶太早嘅時，唔按水按淋下，嘅奶會泡起來啊。咖啡沒空用，所以你先裝一些水，比如論翕一下，但係你後邊我來萃取嘅時候會較好啊。嗰時候按用比翕一下以後，再個繼續倒水落去，而咪係空用按用，天天呢。繞圈圈係香哦，我一下已經有聞到嘅咖啡嘅香味，已經規個入樣旁地度，全部就有米絲耶，好香哦！嗰時候你帶下，其實沒有用呀，這個磅秤在量水量。有。一般來講呀，你泡咖啡的比例，因為當時你泡咖啡嘅比例冇乜嘅用用，就你自家嘅經驗，你也比係比例係用嚟來做。我係用1:16啊。所以。泡較淡的，因為啲苗啲他講米較好米時我來台北也冇空用。嗰時苗啲人較好食淡咩？就講因為也太酸，他講因為講太酸，所以我就嚟泡較淡的，也個酸味冇按重啊樣。係，我爸爸咩較好食較苦嘅咖啡，冇按好食酸嘅。不過淺嘅其實食酸嘅咖啡有一些咧，像係啲嘅食茶用嘅喝果茶的感覺，對不對？它那個酸酸果香的味道，它清楚。嗰時候其實像按用嘅手沖咖啡，雖然佢動發時間，不過佢特色嘅每一個咖啡師沖出來的味道都不一定一樣。每一次都會有某 Q 用嘅因素，可能會讓每一杯咖啡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對不對？嗰時候我吃到咩像其他個人嘅店嘅 Q 用，人嘅咖啡店嘅名嘅，其實聽起來本然有一種動親切嘅感覺。
人家咖啡店嘅名嘅按到东海，东海，东海咖啡汤，做乜嘅会按样怎名嘅？你其实县名的时就县上一道，各位我朋友就讲，到俺在做的客家庄快点的话，其实名嘅做嘛去创有使用的名嘅，俺在客家人嘅，唔啲客家庄快点，佢应该用俺在客家庄客家快点用名起名的方式来起，各位就是讲佢做嘛冇用东海。因为我希望你喺东海堂咪，堂号嘅东海用堂。同号。因为我叔公以前啲苗栗是快医院，就东海医院，所以其实讲，佢唔就用东海堂就会啊。对啊，就很多，所以名就很多东海咖啡。迄假是讲，我做都没有另外开店，我爱到印传。有一张银行柬埔寨係做嘅印刷，而柬埔寨嘅印刷廠名面有很多印传。对啊。過佢去間啲台北開嘅嘛工作室，佢名裏面有很多印傳事務所啊，對，所以就用堂號係較傳統嘅客家人開店時會用嘅方式啊。哇，嗰種傳統人來傳統人開店咪會用自家嘅堂號，打咗一個嘅同事咖啡咪泡好，哇，好香哦！要到下晝時間請食下來食一杯咖啡，嗰種也係阿權妹就做得來吃食呀。先泡诶，谢谢。哦，要正确品咖啡的步骤係乜嘅？第一步係唔係要先來批下？批下，過批下以後，將追下哦，洗好嘅。過人後背就可以，唔是講一天要按手嘅時，你可以等於較冷得嘅時這樣式。通常，因為手嘅來溫度下來，較光下較冷一些嘅時，米頭會冇空咯。真嘅，有像是色嘅手沖咖啡，有可能會有一杯冷嘅，一杯熱嘅，有一杯冰杯跟熱杯，讓你品嘗它味道的不一樣。其實呀，比起來同嘅一般傳統印象當中，它牛嘅咖啡係不一樣的味道，因為一般它牛味，你就會吃到它的咖啡香，雖然烘焙味非常非常重，不過呀比起來，個配嘅米絲唔係按重。對，它是香香淡淡嘅米絲，唔過濕到最低度，真件純嘅米絲一開始就出來嘅。對。唔過後背，你聽聽哎呀，我知道有一些些咧回甘，有一些些苦味跟回甘味就才開始出來。故說其實像按用淺焙的咖啡，一開始清甜味呢就會酸嘅米絲。就是酸味的部分。故說你剛剛講冰嘅一下以後，冰下冷掉嘅，個米頭又會冇同樣。就像色茶一樣誒，因色茶，我人家色茶熟悉，佢將泡好時會落在咪，所以我較吃唔出來個米頭。對。所以就等下較冷掉嘅時將食食，個米頭就較食得出來。很香酥哦！故說其實調味種類冇同樣，也係要來泡冷嘅天意種嘅調味草模，也天意種嘅調味嘅嘅米絲就冇同樣了。也就配較辣一些嘅。就夏威夷嘅摩卡。夏威夷的摩卡，摩卡一般來講就會有些人是不是會加奶就叫摩卡？哦，有些冇同樣，也跟摩卡也係摩卡係咖啡豆品種嘅。來攞杯唔講乜嘅。摩卡咖啡冇可能，摩卡咖啡其實冰冷冰巧克力，因為冇可能東西。名嘅雖然 Q 用，不過一種係講品種，剛剛我講嘅係講做法，對不對？對，冇可能。嗰時候也要來泡它牛嘅它重烘焙，可是其實你講它重嘅配，它的烘焙程度其實也只有到中烘焙而已嘛，對不對？其實也沒有很濃。因為呀，他家習慣主講樣講。你講衰唔睇啦，我冇配睇。其實當然會講食咖啡嘅可能當初食聽嘅按布條可能就會衰唔落高。不過其實係講做得來嘗試一下比較淺焙的咖啡，係做得有可能它的咖啡因是比較低的。對。比如講像我們剛剛喝淺烘焙的咖啡，跟它水嘅溫度差唔多係幾多？家下發差唔多88度。88度，唔過日下泡下牛嘅咖啡。做較光一下，差唔多就85度，冇就86度。嗰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整理一個
小知识给大家，迄讲泡下浅烘焙的咖啡，温度做得可能都82度或90度按钮嘅温度。不过你迄讲爱泡下牛的味，比较重烘焙的咖啡，我们的水温就会它更大的味，按钮它的咖啡因的萃取就不会这么多。会加个负米唔按重哎哟。哦，原来係安呢。故說你看啊，今日就直接邀請到專家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手沖咖啡的這個小方法吼，細要量。其實你對老婆去好希望會花咁多錢來上課，故說大家聽說會好好數看，按今日嘅呼吸來咧，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哦。好，今日阿權妹吃到後主持節目非常心情非常嘅好，分享大家有陣都呼起來咧。今日阿權妹來同大家來分享苗栗嘅咖啡店，韓國啲人苗栗南苗嘅千鬧嘢嘅素材，開嘅一間新嘅咖啡堂。剛下幾件搞嘅聽講呀，手沖咖啡嘅方法呀，真嘅你都會上課倒貴，嗰時候大家看到就係穿到，呀阿權妹二來是天一杯咖啡，呀米西哈冇佢用。刚刚讲嘿摩卡对不对？摩卡古手也很牛，比较重烘焙一点点的。哦，譬來嘅米是真正就同剛剛冇共用誒，佢就真正嘅咖啡味會較重。較重。對，譬來就有一些些感覺呀，咖啡可能會較苦一些些咧。是可能。哦。呀，應該就係頭擺下關係嘅嗰種味道。唔過我知道泰國人泡咖啡真係較淡的喎，對不對？因為按用泰國是按用較淡嘅咖啡色起來，你唔會知道後面有一些些咧鹹嗰種感覺，不會有苦澀的味道。古時是起來係酸咧，大家唔會知道咖啡暗苦，對不對？古時其實像按用啊無香嘅體味就做得有無香用嘅味是。今日其他個咩？我來同大家分享你自家親中意嘅咖啡，對不對？你親中意哪一種咖啡頭？其實像我一擺今日有帶啊冰滴咖啡。我係留到喺酒，因為用酒乾那種。要做有一些酒味，因為佢做一些其他方式冇同樣，一般做。因為配嘅方式，也係講佢處理嘅方式。因為咖啡都水嚟，佢叫我處理咩？有得我用水洗過。發酵啊，對，所以佢發酵都係要佢味道就配出來，個人變啲出來就撞到酒味會較重。因為其實像冰滴咖啡。係愛發凍久嘅時間，而這隻就用冰角，按用本地用體嘅水，按用一滴滴下來，這樣做得泡出來一杯咖啡。應該講唔係咩泡出來，係浸出來嘅咖啡，對不對？佢係浸出來嘅咖啡。慢慢浸出來。哦，韓國像一開始講嘅那個處理方式，因為我哋從咖啡頭嘅處理有分日曬、日頭曬，韓國水洗、韓國蜜處理。像有酒味嘅按用嘅處理方式，係哪一種可能會係有酒味？一般來講嘅話，就日曬還有蜜處理會較有酒味。蜜處理法到佢做較重的，像嘅黑蜜處理，也個酒味就會就較不出來。日曬法有的就佢也有個處理，日曬用蜜頭曬法就。你這像喺度客家人會曬頭嘅度，係不跟蜜頭會較重。你頭曬嘅米絲就會保留得較多。不過也冰滴咖啡，有酒味嘅冰滴咖啡，做得來。不，阿權會吃食看哪冇？都想我來吃食看哪。古時也就出隻冰滴咖啡，還愛再個加冰塊。最好加一些冰塊，冇就來睇一下。最近唱呢個是酒香用，唔夠好也唔係酒哦。這個同大家來講一下，唔係酒哦，冇留到阿權妹啲節目當中食酒，謝謝。這你比起來有酒味耶！加酒味一重，有啲銀行因為講，還沒點會特別酒。對，沒特別酒。好神奇哦！也完全唔係酒，唔過比起來係酒味，唔過
我头摆是披过 whisky 香味嘅咖啡，不过也唔係 whisky 口味哦。对。也係乜嘅口味嘅酒。有些等於講試來唱嘅乜個，披了當唱嘅乜個萊姆酒。萊姆酒。對，像你講黑萊姆。海盜喝的。對。海盜喝的萊姆酒。對。哦，真見披起來有一些嘅酒味哦，來食可能係乜個味頭。食起來有一些嘅酸酸，然後有一點點。真的是有點像酒那個橡木桶的味道。對。顧壽它是感覺是一個很帥氣的一個咖啡耶。對。顧壽也係你懂中醫嘅。我係中醫，因為嗰個點樣講，啲咩地方，他家較好按用味頭。真係一解啊！對，唔可能啲台北，他家有啲人因為講一味頭唔好。哦。唔過可能客家人喺度。要粗獷。對，嗰個嘛覆菜啊的做較多，所以佢習慣按種味頭。對，它有一種有時間沉澱過後的那種沉香味。對。原來係按呢，好神奇哦！顧壽同歡喜今日呀，那個我們的齊太哥同大家來分享呀，同特別嘅咖啡，真正嘅係有酒味嘅咖啡。唔過我知道今日竟然邀請到有咖啡專家來啊，我就要來請專家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咧講生農民啦，我同大家分享一條生農嘅小知識。比如講。我要來考你了，比如講我今日想要來偷一種咖啡豆，我想要有咖啡味，不過我冇想要有咖啡因，有可能冇？有啊，有人偷你騙你，我是咖啡冇咖啡因。有啊，你像有一種破胖豆嘅健身破胖，有咖啡因這種當代，不過佢太貴嘅，他家人可能買唔起了，不過也係有嗰種用二氧化碳處理過嘅豆嘅。一個生豆做二氧化碳處理過以後，一個咖啡因就開始，咩冇咁貴，唔使人咩唔是人講，我下晝頭食嘅，過去3點啊食，啱啱頭我曬唔睇。嗰時候係真件要啊！你真件要。哦，咖啡因當大。對。哦，嗰時候大家做得來注意一件事情，係講你冇想愛食呀咖啡因，按從上愛當大，可能就做得對呀處理嘅方式，去清洗下你嘅頭誒。對。不過剛剛我係講笑，我冇想到你係真件講嘅出來。我自己其實當中醫嘅咖啡嘅味是係有一些嘅酸苗，不過又唔會太酸，還保持一啲嘅咖啡嘅風味。像你按你會推薦我食哪種品種嘅咖啡？跟按樣放，其實你做在現嘅伊索比亞或者巴拿馬嘅片嚟睇嘅，你佢有一些酸味，不過佢唔會像肯亞睇嘅話，佢太酸，有啲人其實都講那種暗酸，都唔掉。肯亞會太酸，太酸一些，對，迄個冇暗酸就做得選伊索比亞。對，冇做嘅巴拿馬有啲莊園加嘅水洗豆味頭美好，過佢加嘅酸味，佢咪有些果酸，過後端佢咪有嘅回甘咁樣。哇，真係係邀請到專家來了。不過今日嘅節目當中，唔但請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食嘅咖啡，還我來同大家分享嘅好食嘅點心。其實，人家點嘅對方除咗咖啡以外，還有當到產品，唔但請咖啡啊、點心啊，其實還有當到乜個飲料啊，有呢度同大家小介一下招牌的部分。哦，我哋主要嘅落嘅。我哋台灣人咩？台灣前面有做秀山茶園，我哋合作，我做我哋有點方有賣嘅酸甘茶。哦，酸甘茶。對。東海堂賣酸甘茶。對。記住，我哋客家人一傳統嘅茶。對。東鐵片。對，就唔可能人過頭，就可能阿婆落嘅神桌上面酸甘拿下來，嗰個茶米爐一樣做茶。就做嚟做得像那樣，就像看到那樣，嗰個其實曬又扎整，又曬又整，凍啊，扣又上嘅呢。對，要全部都20多年嘅，不用20多年。有，要順豐蛋糕還有下25年。對。真係25年的酸甘茶。對。嗰時你想愛按用咩同美麗嘅特色發展出來？對。嗰個還有做像綠茶粉，綠茶。對，俺哋店方就用綠茶，沒有像俺哋買啲綠茶，
过来绿茶粉做嘅绿茶拿铁。对，因为毕竟俺哋做啲美丽快点，做对反而还系做新，他来他家推出俺哋去个美丽去家的东西啊。对。过俺哋客家人来偏冇空样的东西。哦，我知道其他工艺开店，含上爱留自家嘅特色，美丽嘅特色，客家嘅特色，不用到自家嘅店咪都好。虽然你开嘅是喺咖啡汤，汤起来像用人开用嘅，不过其实你店咪地度买嘅东西。含迄种菜体来做结合，对，唔讲迄呀茶嘅部分啊，含个有自家做嘅点心，错冇？对，要点心看起来当讲，也迄嘛个点心同咧，对，也用反酸做嘅生乳酪哎呦。哦，反酸糖起来很在地，不过其实是芒果cheese蛋糕，对，芒果乳酪蛋糕，听起来就懂很梦幻的感觉了。因为做压时间煮反酸出青豆的时间，关键反酸给下种，所以从亚地方就标2-3种反酸地底板，除了艾文还有个黑叶啊，还有另外一种色在黄色的，竟然提白宽豆，所以你吃到米头全部都好好吃哦，韩国唔会懂甜咧，也系新天孔嘅口味。对，韩国家下爱讲对，当到像爱用嘅乳酪蛋糕，其实是用吉利丁本给凝固的，对不对？不过用嘅吉利丁听说冇不用动的哦。冇，唔不用太多，其实反酸米头就冇诶。我养成都反酸米头。好好吃哦！古时候有那种人可能会有一些咸嘅乳酪蛋糕，特重嘅乳酪的味道。不过我知道。泰国人嘅乳酪蛋糕吃起来，它的果香味比cheese味还要浓。因为我讲，一下像一下时间反酸，冇做像前一包嘅吃破嘅时间，我哋嘅水果就不用太多。有张有办法讲，来水果米头带出来，唔係講食茶葉全部種嫩米頭啊樣，乳酪的味道。對，做對了。你台灣青菜體幾隻嘅米絲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大家有看過我數後一盤東西冇？一隻果子啊，糖果哦，係其他講自家種嘅係冇？對。你自家種嘅韓國佢做係拿來做甜點？對，我係做果醬。對。韓國係做果醬，不過一果子我完全唔認識呢。也係乜嘅果子啊？嘅也係燈籠，唔係係燈籠果。燈籠果。不過真正學名講係講秘魯酸漿，或者飛沙利啊有。因為它真的看起來很像燈籠，好可愛哦。秘魯酸漿。對。古說按用嘅果子，喺頭擺台灣就有嘅係。喺本人家種帶入來，其實台灣沒有按用，唔過冇按台，也不較細粒的嘅，也比台灣按的，差唔多，唔過也較大粒。呀，滴露就會按有一個黃色像小番茄一樣的果子，亞洲的生。做得食，出家人食，對。你來試試看呐，呀，蘿蔔嘅皮應該做唔得。做唔得食，寬講都做唔得食。很慫啊，唔認識。嗰時按用就出家不用做滴露，有鹽冇？有些細鹽，有些像同埋都用嘅。酸酸。對。有一些甜甜。對。好特別哦，唔過呀，吃起來而家米絲雖然冇凍蟲，不過有一種很特殊的香味。對。又有一點點像是那個是什麼？釋迦嘛的口感，滑滑的。很特別。對，嗰時候你會拿亞來做甜點的裝飾。對。也係講做果醬。對。嗰時候像你按用啊，有發現凍到。有特色嘅東西，唔講係農產品，也係講其他人做嘅東有特色嘅東西，每個變到人嘅店嘅地度買錯冇？對，就是我哋有時我來做美麗出家人，就大家合作係啊，因為創業的人其實佢我做東西唔會佢冇，像我哋原來一隻德國新橋合作。德國嘅新橋，而且德國人家都冇啲來。對。按用唔係要按用嘅人哦。對，有時就叫我寄出嚟同佢買幾樣講，如果佢冇開店，佢想開店太麻煩咧。對。
有看到相片，嗰时也喺德国全球德国人去做嘅技能教，我比如讲人嘅店地度卖。对。哦，还有同其他人共下合作。对，像士当包，士当包有来过。其实佢做包嘅咩？我其实佢要做一些按照中式的点心。对，所以像因为以前开店嘅时候讲，他家咖啡馆全部卖西式的点心，我当时卖中式点心，嘟好士当包佢做本来的东西。哦，对，买了之类合作，对。对，嗰时候其实你应该咪会同用心来透过一条东西，因为喺广东人店嘅地度来卖嘅。对，一天有透过嘅，咁冇透过，他家人家拿来做卖法，都是问题，其实会影响到买嚟切价。会到你切价。对，唔过嗰其实从一德国城区啊士当包，因为他家特殊嘅，所以佢多嚟佢會用樣嘅東西，因為品質嘅東西其實懂清楚。嗰個就其實咩唔是意思，我講嗰晚有啲東西聽我看得唔做一樣嘅，做都係一封型嘅，不用必要去做一樣。嗰時候你去個熟悉或者做產品嘅人，你咪了解佢下頭做嘅東西嘅品質，嗰時候廣東人嘅店咪地度買，你咪唔會想講佢下頭我同佢搶市場，唔會想，大家就共下來分享下頭東西，本大家有機會做得來選擇，對不對？因為有啲一些咩，唔講香港哦，切個好做好唔會佢可以排擠朋友法，其實唔會市場越做越細。清河法就大家合作，大家共享，唔來人來人，大家吞數啊吞數伊，咁樣發市場上有辦法越做越大啊。哇！嗰每本大家講較好品質嘅東西啊。真嘅係當好嘅想法，用苗栗嘅店咪就會見來見去，因為大家上幫上聽，共下合作。對，因為大家可能都會想講，苗栗消費市場很小，大家就可能當時有去攞杯買東西，就地鋪卡實聽聽。真嘅係有按樣嘅情形，故說認到這些店家愛行卡團結，共下來合作。對。真嘅都冇簡單，因為其實從來就當皮膚人啊，自家係苗栗人啊，就有想講愛做到苗栗，做到家鄉來做事，不過其實會當強。對。不過聽講你咪係共樣有經過一個過程，本單啲愛種做事，親密做到苗栗。對。哦。就講，嗰時就講。其實做一道階段嘅，都差唔多想講，其實阿爸咩期望啊未達到嘅，我係不年紀差唔多嘅，各位成就也差唔多，想講今下想要賺了做起個事情，對，不過賺嘅反動，變唔賺嘅咪啲，我咩想講錢就投入，簡單嘅投入之後，我冇講想講我要做嘛主管要賺幾多錢，現在有投入咗阿爸咩看唔會少，不過一來。我從英語講，從我哋30-40歲嘅轉來，對。生源嘅投入，對，有一點困難。對，人家咩唔係本來嘅投入，對，所以後尾就別人講，想講叫我樣嘅，就切個就快點。你本來就當會泡咖啡，也係講你係下後真好嘅。我太好時有啲做啲我啲團人讀書咩，所以我嗰時做啲宅門咖啡，嗰時有嘅打工。宅門哦，嗰時好有名哦。對，就後教啊，就督教，就嗰邊打工包嘅。哇！對啊，後尾就同研究所時指導教授幾好食咖啡，對，所以就過了，是不是？對，因為太會泡咖啡，嗰種論文就高誒。講社會啦。對啊。佢係咪你做些上班時做咖啡就貴，一年就貴，一年就食咖啡會提升，對，因為當然你就做些都3更半夜，對，就變成一種習慣嚟咯。唔過而家㗎，真件克服嘅咁多困難來到苗栗開店嘅以後，還有其他嘅困難等等哦。因為就像我剛才講嘅苗栗人，因為真件係人口外流比較多啦，可能啲苗栗嘅就係當到就係種皮啊、斯坦人啊度，其他度就真件習慣去搞不卡。早晨頭就去菜園做事，當主頭就出不卡食飯，所以當主下後就都不卡，當時要出門。你啲苗栗開店，你有吃到苗栗按樣嘅消費習慣，對你也度來講有困難冇？一開始會困難，因為其實啲苗栗開始開店嘅時候，一個第一發就會講你可能半年就忘記咧。對，好可怕哦。對，你開半年以後講，因為係咪有忘，可能1年差唔多就熟起來。對啊，但唔過從來做咗3年咧，然後就講，那叫可以，那叫啲入邊開間店。
对。不过这边讲，啲庙你看点无怕去像台北样，你打广告呀的，过一下子都得。就是一多年来也点好，偏我天天的一步一步啊，慢慢去做。对，本他家一样讲，我养一群七家人客哎哟。对，不过没有啲好处係講，你客家人其實較包容。哦。對。人情味較重。對，人情味較重。基本講啊，你下咖啡煮的較慢，某種嘢點心出的較慢，其實明明講哦，嘢也唔好，會是刁難人家的。按你啲台北就冇共用哦，因為台北競爭太激烈了。對。就要件太慢的嘢去個件，個件要太用的嘢要去個件。甚可能其實因為網絡上都唔幫你在一顆星啊，那啲就冇有問題。哦。對。那啲別人講有些較落線，過咗慢慢來，就天來就好啊。其實按樣未清好，做得轉到自家家鄉，過自家上愛嘅生活。當然從家邊雖然咩係做事咩會開，不過至少人嘅心情係好嘅。同你鄉下做事嘅夥伴係本人快樂嘅，韓國人嘅人客咩係本人很多正面回饋的。我相信你們本人嘅人客有當到正面回饋。做得啦。對啊，因為本大家都有空間啊，就像來呀打嘴鼓去隔壁嘅鄰舍串門子。聊天共用，對，故說每場你按樣都想來同大家分享嘅心情，前面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好消息，就係有即將有這個啤酒節，啲廟裡有啤酒節哦。就我哋今年就上個禮拜啲廟裡辦啤酒節，就啲半夜大時嗰啲現啲演藝會嘅片。也有在溜滑梯，就去單位拍啤酒節。撩你等人嘅片，會去遛小孩的地方，啲那個經國路河濱公園嘅片。對，所以他隔一段時間，佢做得注意下某啲咖啡館度，佢都可以做得碟出來攏講，半夜3點以後，禮拜六下晝頭嗰啲嘅縣議會嘅片辦啤酒節。嗰時候你咪會去參加啤酒節？會。哇，當 TPA 嘅發通哦，嗰時候今日同大家來分享 TPA 嘅咖啡店，希望大家會注意哦。咩什麼其他歌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聽下來做運動了。